好，来继续来看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是台湾治安防护的重要机构，但是所爆发着治安的争议。来看这个报道。 治安研发大楼厝看起来新鲜，就伫咧台南高铁站边啊，占地超过5公顷。当时嘛是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，不过南部办公室所去减调人员所属。隶属于处发部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是台湾治安防护的重要机构，如今内部人员却反倒爆出治安争议。减调人员将罗南所属姓平主管的办公室含引导徛起，嘛甲人掠起来。另外约谈2位 工程师个案，经过了解，3个人是同部门的同事。现场的工程师因为研发行政系统软体，设立的工程师协助处理技术的问题。姓平主管是负责督导，不过3个人为着推行软体，敢若无经过授权，利用系统软空旁看基本的资料，检调追查敢有将资料泄漏，以妨害电脑使用罪。工程师分别20万、10万交保，姓平主管是50万交保。 主要是要看这个员工本身在从外部下载内部的一些系统资料里面，是否有包含一些像机密的资料，或者一些这个员工的一些个人资料。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正式挂牌推动治安技术应用，含重大治安事件应变。这回内部发现资料有问题，主动向调查局告发，可能涉犯无故取得电磁记录罪、侵害营业秘密、警备性等罪。 合并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。根据了解，3个人拢讲资料保留下只是想讲方便作业，是单纯软空旁，或者是其他用途。检调也个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